乜嘢係武術最高嘅境界？將技巧隱於無形。仲有，你面對敵人嘅時候有乜嘢感覺？我眼裏邊並冇敵人。係乜嘢意思？我只係一個抽象嘅字，並冇其他意思。1973年上畫嘅李小龍的生與死係一部紀念李小龍嘅紀錄片。電影透過大量資料片段同埋照片回顧李小龍嘅一生，當中一段珍貴片段係李小龍親自解釋一部構思中嘅影片分鏡，帶出習武之人應有嘅態度，展示武術哲學嘅另一境界。我哋一齊睇睇李小龍呢一個未完嘅心願啦。我要找尋武道嘅真義係乜嘢，所以我一定要離開。點解咧？因為你老豆，既然你老豆老母而家都唔歡喜我啦，我亦都到呢喺呢個地冇乜留戀啦。佢最嬲尾講完嗰幾年嘅之後咧，佢話再見李小龍，就話多謝咁。一條好長嘅軌道嗱，你哋而家睇到我呢個畫面啊，我已經講過你聽啦，咁樣個畫面兩邊 cut 咗中間一條直線，我哋見到佢行啊，我哋要揾一條主題曲，要揾個人唱。嗰個主題曲個名叫做武道，什麼是武道的真義？佢一路行咧，一路唱啊！咁突然之間咧，我分開呢個 section 啊，你睇嗰個指路咧，見到 A、B、C、D 咁嘅程序咧，你要跟住呢個 A、B、C、D 程序咁出。第一個格一出嘅時候咧，嗰隻歌就停咗，英雄嗰個行路咧，亦都停咗。咁第一個咧就講啦。就問第一個教師，個教師咧咩武道係真義啊？咁我哋 cut 到佢呢個膊頭嗰度，佢咧就話武道嘅真義咧，不外係強身健國。但係當我哋一 pan 兩來嘅時候咧，見到佢有肚腩呢個師傅大到咧就嚟掂到膝頭哥咁樣，即係非常之身體不健康嘅形象。而個英雄嘅眼一望佢個肚，我哋即刻砰停咗個格。一停格嗰陣時候咧，中間嗰度又行啦，嗰支歌又唱啦。咁我哋係咁嘅程序而整好咗4個格啊。到嬲尾個格嗰陣時候咧，我哋嘅英雄再問嗰個嘢，武道嘅真義係乜嘢啊？嗰個師傅一講嘅時候，我哋將佢嗰個錄音帶啊整亂咗佢，所以佢一講嘅嘢嘅時候變咗。我哋一見到有個英雄好似好厭惡嘅。即係咁嘅表情 cut， 咁又停咗。我哋一見行嘅時候咧，啱啱隻歌唱完啦，個畫面一拉開，仲係喺嗰條路嗰度啊！突然之間佢一停，我哋一換鏡頭，啱啱咧有個人講喺一間嗰啲路旁嘅店啊，打咗出嚟。咁佢即刻走入去睇啦。佢入去睇咧，見到有幾個人咧包圍住一個中年人。